开始试。有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要来算聊天中第5回，28小岁的意志。大家敢有食暗顿啊？阿辉要未食暗顿，因为要咧煮。今日我的电脑是安怎？今日我的电脑哪？所有的物件拢走足久啊！哈，奇怪，是有啥物问题无？稍等一下，请稍等一下。刷刷去。暗安，阿杰暗安，要去车上暗安，欢迎两位。其他的朋友嘛会当留的，甲讲者，好了，小姐们我会当甲恁小姐们，咱废话减讲2句，咱就先开始。足久无算啊呢，咱是毋是顶礼拜就要取消对无？所以经奇怪，过偌久我也袂记。上无有过2礼拜应该有希望小等莫叫做青昏互电啊叽叫安尼。我电脑是咧安怎？今日咱逐项拢走遮久啊！这路途嘛，毋知要路偌久呢？夭寿。这就是代表讲需要大家赞助来更新我的设备。无啦，这就是这是安怎？加载竟有量早开，无实在是。是安怎啊？完全袂顶袂动。大家敢听到我的声？还是我其实讲话嘛无放送出去啊？哈。我的电脑救人！我已经听这个 BGM 听第2届啊，这是啥物意思哈？这是啥物意思？我连我的工作管理员都无要甲我印，都袂叮当啊！是咧，是安怎啦？啥物拢无听到？他有去介绍，好，莫会伫遐，到底是等下哦。我看我有啥物件咧占我的资源吼？啥物件啊？哇！无法度，咱先硬算好啊。硬算看会安怎？好无？咱来。哇！啥物时阵起2楼啊？对啊，啥物时阵起一个2楼？小等这2楼，咱是毋是会飞去顶悬安尼？边使讲最近人愈来愈侪，讲要徛无路啊所以叫阮加起一下，叫阮加起2楼。原来愈鸟原来愈鸟就是原来愈厝的意思啊清风佫欠字，清风你佫带一批新人来加入吧？是啊，好是。等下我刷一下位，好会叮当啊！我的电脑总算是会叮当啊！欢喜。毋是大家食暗顿啊未？互我偏芳者好无？你即摆找来体格拢袂歹要小解一下无？较晏咧，因拢是为登山来才拄着船尔。我先
带因去休困。是登山还是登山？登山就是讲中国的意思。有时啊，可能较古早较会听到人安尼讲对无？即摆应该较无安尼讲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去找阿伯西。有够慢啊！夭寿。你个甲安尼，小等真正毋知安怎算。等咧，啥物件甲我的 CPU 占甲100%哈？等下，而且我阁袂当改迄个。好，无伊的法。好，救人哦！要要食暗顿好，甲我共款，甲我共款要袂止啊！今日安尼是要安怎算？是啊，是我应该甲电脑重开者，无安尼真正袂当。哎哟，是咧安怎啦？救人！等下，我看阁有啥物步？阁有啥物步？阁有这到底是？好，真正无法度。喂，听讲你搁立大功啊？好，小可代志。贴药仔互你，咱若停元气的。你去永乐顶找阿豪贴药仔。等你药仔贴倒啊，咱就来练布家棍。多谢。多谢。来，贴药仔，摕汉药。酷啥啊？暗食饱未？要袂食啊？小等才会食暗顿。你食你当咧啉小糊的药炖鸡汤水，听起来就足好食足芳的。奇怪，外口是安尼放烟火啊？今日啥物日子我毋知，恁敢有听到？希望恁莫听到，无足差的。等下，头拄靠要送啥？我煞无看伊。好，毋知影送啥物？送我要创啥？有听人讲西球岭的代志，赞钦佩。多谢。等下，头拄到底送我啥物？有够慢，完全袂叮当。添顶兄，阮师傅伫摇铃宝窟门骹口咧啥物？看无？真正袂当，我真正要点开啊！恁小等者，我是毋是应该重新开机啊？等下。好，点开好啊！等下哦。我电脑点开，请小等。好，小等再来。